中国不时就派军机来乱，咱台东的志航基地战机嘛咧密集训练，不过附近的居民感觉噪耳惊听力受损。这噪音的补助10年才一改，立委建议今年开始要比照民用机场，把噪音补助改做2年一改。空军永远训练战机接伫空中台东志航基地起降训练，发出真大声音。住伫附近的社区居民讲，会当讲逐工拢听会到。加上最近中共战机接招台，也有其他的战机起降。不过4块为住户的航空噪音补助，要10年才会分配一摆。立法委员黄仁今年就要求空军会当修改，比照民用航空站的噪音补助，每2年分配一摆。有听说就是那个中共的飞机又在那个外海那边捣乱这样子，所以起降比较频繁。对，会不会对你们生活造成影响？当然会有啊，多多少少还是有。比如说冷气啦、气床之类的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提议，是不是以按照民航的条款来做一个修正？也无最近台东县环保局也咧执行去机车噪音监测机动翕相处理，拄好设伫志航基地外口的公路上。也毋过民众讲地中可能无适当会测到战机的噪音，也毋过环保局讲会过滤战机的声音，也是以处理汽机车噪音为主。那个汽机车要礼拜5、礼拜6，重型机车在开的时候比较多啊，晚上。战机的噪音的话，我们这个声音就会把它排除掉。环保局表示，设定的地点拢是民众提供较会发生噪音的地点，志航基地外口都是民众甲民意代表要求的处理地点，甲战机噪音无关系。另外，空军战机噪音的补助，军方讲若受罚就会配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